喺體重管理嘅方法當中，最有效而又最少人願意去做嘅，就係每一日重複食同一樣嘅食物。你見好多 IG 嘅影片又教你什麼低卡嘅蛋糕啦、無油嘅煎蛋啦，一啲好好味嘅食譜，五花八門好多種類嘅。咁你睇完之後咧，又真係會去做嘅話咧，你又搞咗幾粒鐘啦。準備完一輪之後，你就食咗一個低卡健康餐，撥咗落去之後，你就會發現用咗你好多時間。簡單啲嚟講，呢一種新鮮感係唔持久㗎。我哋生命入邊有咁多事情要處理，有阿仔啦，有阿孫啦，又要面對退休啦，又要工作啦，又要老細啦，咁多嘢煩嘅時候，你仲要諗每一日整乜嘢健康餐去食，你會唔會係太得閒？仲有唔單止咁喎，當你除咗去整嘢食之外，如果你真係好細心會去記錄你嘅卡路里嘅話咧，你會發現每一日都要重新記錄過。簡單啲嚟講，你犯錯嘅機會就會大大提升嘅喎。相反，如果你每日重複食緊一模一樣嘅嘢，就可以慳翻你啲意志力，就唔使又要去選擇，又要去煮，又要買食材，留翻啲精力去跑步啦。犯錯嘅機會又會大大減低喎。呢個時候總會有啲同學仔話 Sam Sir 啊，每一日食同一樣嘢好悶啊。咁我想講，冇人叫你每一日都要食同一個食物，並且同一個煮嘅方法，同一種調味料噶嘛。你有時可以加下辣椒粉啦，又可以加啲美極啦、豉油啦、Tabasco 啦，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噶嘛，係咪？你唔想要豉油嘅，你咪走去清湯煮一煮咯。將個調味料轉一轉嘅話，味道會有唔同嘅喎。我都會知道有啲學生又會再話，唔係咧 Sam Sir，呢一嚿雞，呢一棵西蘭花，我真係食到好厭咧。咁你諗下，同一份工你翻咗10幾20年，你都仲做緊同一款嘅電話騙案，日日都有人中招。嗱，以上呢啲係打個比喻咋。認真講嘅，我哋要健康就係簡單事情重複做，重複事情用心做。想要做到良好嘅體重管理，嘗試每一日重複食同一款健康有益嘅食物啦。將呢一段片 send 俾你嗰個成日叫你食唔同菜式嘅豬朋狗友，叫佢一齊日日食同一款嘢，咁咪 fit 咯。